不能愛世界又愛神。喺呢一個約翰一書2章嗰度講到，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愛世界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。呢一個世界同神係兩個敵對，世界嘅王就係魔鬼，天國天堂嘅王就係神。我哋冇可能同時做魔鬼嘅子民，亦都做神嘅子民；做魔鬼嘅奴僕，亦都做神嘅兒女。我哋愛魔鬼就愛唔到神，愛世界就愛唔到神，愛呢個世界嘅金錢、名譽、地位、安舒嘅生活、工作各樣嘢，我哋就愛唔到神。就好似打個比喻，我今日帶住一個耳筒機喺個商場行，我發覺去到一啲地方，尤其是如果有細路仔玩，佢哋玩到嘻嘻哈哈好大聲咧，我耳筒機就算開到好大聲，都仍然聽唔清楚耳筒機發出嚟嘅語音、話語、講道各樣嘅嘢。呢個世界亦都一樣，我哋愛世界，世界嘅雜音就會入我哋嘅心，神嗰個溫柔嘅聲音，我哋就聽唔到啦。所以千祈唔好愛世界，要愛神。就好似神所講，如果我哋愛世界，與世界為友，就係與神為敵。願弟兄姊妹都全心全意愛神，奉主耶穌名祈求，阿門。